国父少年的制作团队老演员都会亲战到亲强的，包含2位金钟奖、老韩国淑女电视节导演奖的朱孝平导演。演员有李立贤、田天、冯启阳、吴真铁、齐立文、刘义琴、刘君平。这部戏最吸引我的地方是，里面内容很多其他电视台没办法拍，因为以戏剧来讲，就是以我们这个操作的尺度来讲，其实应该是我从以来尺度最宽的一部戏。不是新三弦呐，就是说他所探讨的这种国中生的这种比较暗黑的这个部分的他们现在国中生的问题比较深入而且写实的去探讨这些问题，然后把这些激发出把这些问题把它凸显出来，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真的学生碰到的问题是这样，他们面对的问题是这样子。哦，你自己要往后哈，不然真的会扯到头。来，我知道哦。然后那个，来，你们2个谁会打架？谁会说会？来，抓，抓，哎，对，要做反应。一只手压着他的，对，抓着他的衣服往下压。抓着衣服往下压。好，另外打他巴掌3，对，都打同一边。了不起！其实我们当初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自己会好吓一跳。我想说，哇，之前演《千之药》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觉得说，哇，现在的孩子怎么碰到这么多，很辛苦，他们的成长怎么是有这么多负担的？可这出戏集所有的负担，所有太戏剧化的元素都集合在这一些人身上。我心想说，现在孩子有这么的黑暗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谁给他们的？其实，在边看的时候，我就边自责，我真的边自责自己说，我们是不是没有做好长辈的角色？我们是不是没有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就是单纯开心，然后认真学习。我们没有跟他讲这个不该，这个该。我们以为我们讲了，我们以为我们做到了。透過導演的角度，演出來看啊，戲劇當中人物的心，同樣對小朋友，佢也對會讓佢改變，讓佢融入劇情的角色。我们没有去特别描述说一怒的爸爸妈妈发生什么事情。这孩子天性乐观，心里的那一块，其实他不是没有，他只是故意让他看不见而已。女神，你刻的哦？哎呦，随便用用而已啦。谢谢。不会啦，谢什么？所以你们的声音啊，要像抛物线一样，我听到。是，你讲话也没有抛物线，好不好？你说他这么小的年纪，他要面对的是，他感觉像是老山东的爸爸妈妈。我觉得那是他们生活上的一种互相需要或者那种相依为命的一种模式吧。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不过没关系哦，我长大以后也会去山下工作，我跟我妈妈一起赚很多的钱。可是我还是会回来，我要买很多馒头给老山东吃。老山东西。我等一下，怎么了？怎样啊？你给我跳下去再回来。我外公，对，他已经不记得我了。这里。然后你就要拿。可是他还记得。哎，你不是要指3下了？ 3下。
你现在不要放情绪对戏。好可怜哦。不过没有关系，我将来再好要转情绪。一开始是先是很落寞的，然后一想没关系，长大就可以去了。我就可以去找。不过没有关系，对对对，我长大就可以一起跟我妈妈在山下那个工作。转折很重要啊。在港口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天都黑了，黑了又亮了，你都没有来呀。老山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没有人在开船了。我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我肚子都饿了。好好好，对不起哈，我来晚了，我们赶快回家吃饭啊。俺娘还在等我们吃饭呢，她有蒸馒头哦。哦，对对对，俺娘还在等着我们回去吃饭。对，走，走，回家。走。那林大志的话就，当初所谓选他是因为他外形，那他呢，他更小，他只有国一还是国二，其实外表看起来大，其实他真的很小，所以他有很多东西你用跟你讲，你跟他讲说啊讲道理啊，说什么他不见得能接受，那你就只能跟他讲说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不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所以每个小孩子的就是等于引导的方式都不一样了。我要爆炸了，你有怎么爆炸？安呢？安呢？都在上用板。冇用板，抢凶险，唔好乱讲话啦。俺妈家怎么讲？亲好的，俺唔讲哦。俺不用怪个事，准备卡卡的，你去死！欺负你，动枪嘞！导演辛苦了，因为我，所以导演很辛苦，导演辛苦了。那魏佳佳的话，他是一个属于比较有天分的孩子，所以大体上来讲，我没有花太多的力气在他身上，其实他就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他这孩子有时候就会因为很喜欢演戏，很乐在其中，有时候就会过头。对，这个就是我们要把他拉回来的时候。记得了，真爱，你阿爸最后会出现耶。你阿爸听说激动啊，爸给牵的，懂吗？晓得了。不是讲。他越去从眼去讲话面前，像猫一样。但阮阿爸完全无替你做阿妈的支持，你台湾自己懂我啊！听我讲，你爸爸做的嘛，你就起来，我就来给妹子做安妹做安做暗头事情，你阿就生怕该跟我分手。做什么嘅事情？做什么嘅事情啊？哈？其实这几个孩子当中，我觉得明春的角色最不好演哦，因为他要家暴，家暴是还好啦，家暴就是有这起码可以揣摩一下感觉。来，苏先生，试一下。苏先生要签榜啊？苏先生1,000万，苏先生1,000万啊！有，刚刚是你手不要不停的发疯了哦，一直打下去，他那个口袋掏钱出来了，他身上有。那爸爸会拨你，你就不管，一定要。然后就这样子拨打，过程当中啪一巴掌，突然就过去了。过去那边，中爸二哥打一巴掌，他就跌倒，一跌倒，爸就撞到这边第一下过来之后，来蹲下来，中二哥，你过来哈，他会贴在那里，等一下，他撞到这边，他撞到那边的时候就抓过来。我会从后面拍，所以是他不会。这你要好控制的，因为你抓着他头，一抓过来，
过去，一打它就会往前趴，趴到这边来就用踹之类的。我想说应该短短的，然后很快就会结束，然后没想到开始导演在讲戏的时候，哇，要这么激烈，还要这样撞来撞去，然后还要被扯头发，但是知道原来那么激烈，陈娟，你開機啊？有，咩事啊？哈？嗌啊！冇想這檔參線，我OK，我馬上啊！啊！是不是才跟錢拿來啦？辦乜事啊？好動，當下就覺得哦，被拉頭髮真的好痛，那整個人就這樣拉着，然後很痛，然後就那時候真的好想哭哦，真的很想哭。最難演的是她沒談過戀愛，她是一個國3的小女生。愛竟很驚人。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我所有东西都想分享啊，因为从剧情开始，你说魏佳佳变成一种政治的酬庸，不是酬庸，变政治的一种牺牲者啊。所有成功都是有努力換來的，陽光照耀的背後，一定都有一個黑暗面。爸爸為了要選鄉長，所以孩子就必須要回到原鄉，但我沒有說他不好。只是說，這種條件交換的角度，這種價值觀的扭曲，已經造成小孩子心裡的不平衡了嘛。那不平衡當中，那再來他又有他身世的問題。那當然身世的問題，這個孩子從9歲開始就是戴着一個面具在這個家裡生活。這個媽媽對他又是極盡百般的這種折磨、凌辱，精神上、身體上都是這樣。你說他在這個家這樣子成長這麼多年的時間，他當然造成他一種精神上會有一些潰體嘛。那他精神上會有一些異於常人的思考模式跟想法，就是這個是很合理。那像整個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基本上編劇都把它這種很合理跟很有邏輯的方式去表達整個過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看的部分。像佳妹跟小杰的戲，那啟陽姐是一個非常實力非常深厚的、功力非常深厚的實力派演員。她在跟小杰這個過程的戲當中，也還好是有啟陽姐來幫忙演這個小杰的媽媽。什麼改呀？你買的是請問人買過的嗎？再過夠200，快點！你要幹嘛？這麼營養的事情，就一定要聽你老奶講你的當然地的啦，哈？所以在很多小節掌握不到的時候呢，啟陽姐就會用她的方式去引導他。沒時間，你不用來吃的哦。啊？
嘛迄个做到同事拍表面。他说迄人有天书，不过伊唔知道，安尼有做艰苦。你问我拍人的天书，本人欺负你，唔迄两个，爱，含迄爱去上课，含迄爱去甲面对。你迄生来的呀，有好多女儿报复起家呀，定定抗议了，就会报复爱去甲的风范。到底你都后头发生乜事情？你做对人来讲吗？也让现在的父母看看，不要勉强孩子。导演说的啊，导演说这个角色很委屈，然后什么都不说就会哭，就是很委屈，然后什么都不敢说，但是又很想说，然后就哭了。那场戏其实就是那些话是有我和他的应对的来去的，可是因为那天小杰状况，可是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恍惚，所以他可能也气到了，所以他就噼里啪啦就把一串的台词就啪就对我冲出来了，然后他就跑了，然后我就跑了，我就噼里啪啦的跟他喊说你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然后就有很强烈的悲伤，觉得你都没有懂爸爸妈妈的感受。就走了。对啊，当你在那种困境的时候，我们曾经听过父母的困境吗？你只感受到自己的困境，父母感受到是两人的困境。对，我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只是特别感觉到这个，因为他并不是父母接受了就好，就王子与公主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并不光是这样而已。古风少年呢，是我从影以来拍过尺度最大的戏。我用了我拍戏的手法以来，这一部戏是最写实的方式去呈现的，所以我自己很期待，我相信观众一定也很期待。